队的修改，坦格尔国，全团节用上班么久，帮队的修改，消亡无战，全团节用上班么久，错队的修改，也穷死了你，全团节用上班么久。感谢丹增一希，感谢感谢。谢谢各位老师。你太棒了，就是应该先是吴彤老师先。好，丹增一希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，然后还有你刚才的表演，谢谢。간란하게 정말 제시들래 년면을 던지 시스르유. 各位老师，大家好。抱歉，我先慢慢来，别着急。好，非常抱歉。好，丹增，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刚才的表演吧。간란하게 제시들래，各位老师，很荣幸可以见到各位。我的名字叫丹子一希，来自西藏拉萨。我是一名掌捏琴手，同时我也是一名藏戏研究者，我也是一个藏戏艺人。今天我现在比较激动，因为是，没事，我比你还激动。我非常抱歉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加油，丹增一希，我看好你。
真的非常抱歉，我也有点激动，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拿着琴，来到这么大的舞台，因为丹增一希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西藏拉萨。啊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一直在拉萨。一直在拉。我一直在拉萨。哦。我先说一下我前面的，今天给各位带来的，这个作品吧。这个作品呢，是前年我和我的团队阿可丁印记文化，我们一起做了一场实验性的环保主题的音乐剧。这是它的第二部分，其中长捏的这一部分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其实这一段在讲述，大自然被破坏的，然后刚开始，万物生长，有铃铛，有动物的叫声，慢慢有了铃铛，动物开始被驯化，有狗的叫声，什么都有。慢慢的，琴就是人，它刚开始很和谐，后面就可以慢慢的，会比较的，膨胀，这么一个过程。希望各位老师可以喜欢。是，当然是喜欢。目前你看到这个邀约的情况，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喜欢。很荣幸，很荣幸。他呢？是。已经完全崩溃了。我只能低着头说话，要不然太丑了。而且，我现在比您更丑。您已经那么美了，偶像派就别当了。等一下，我这样，我深呼吸。抱歉，抱歉。就是我特别开心，我能遇见你。感谢。我从小生长在青海，一个蒙古族的家庭，但是那里生活着藏族人，生活着回族人，生活着哈萨克人，很多民族生活在那里。我的外公是拉萨人，我没有见过他。但是他的故事我永远都记得，我的妈妈，我的外婆，他们都会永远都在跟我讲他的故事。我觉得在青藏高原上，为什么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气息，就是他和那个地方，我回到家乡，我走在高原上，我到了拉萨，我走在那个大山下，在那个雪山下。大自然的神性超越了人类的宗教，我们永远都是他的孩子和他的小学生。我对西藏，我对藏族，我充满了深情和感情。感谢。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，就是你一上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天演出的时候，我就坐在这个毯子上，也是那2个垫子，然后刚才是藏藏在那个毯子上，现在是你。这个地毯是我选的，我跟导演们我们在选，我说我需要一块地毯，就是我只有坐在那里的时候，我特别踏实。就是游牧民族总是这样子席地而坐在那个大地上，那个大地的温度和怀抱永远在包容着我们。其实我不懂藏语，可是我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跟我解释了以后，为什么一开始那个频率就不断的击中我，让我止不住的流眼泪。除了这种情感，就是那个频率，我感受到了，我接纳了那个信息。我特别高兴你能选择哈雅，我特别荣幸。我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，我需要向你学习，我想和你交流，我想和你一起唱歌，我想让你教我，我想让你告诉我一切关于你的故事，关于你的家乡。我们有很多很多要说的话。好像已经合伙成功了的感觉。
不一定。目前是。嗯，节目组原来跟我说的是，你们哈雅能不能评论一下藏戏，或者是我们评论，我觉得们不评论当你戴着老人的面具坐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就是大自然的父亲和母亲。我除了尊重，我无法评论。谢谢老师，因为我插一嘴，刚才我演出之前说的那一句话，是《白面具藏戏》里的一段唱腔。高山上的雄鹰，我没有想到可以遇见你；草坡上的麋鹿，我也没有想到可以遇见你；湖里的鱼儿，我没有想到可以遇见你。那其实这个面具并不是藏戏里面某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，那它就是一个老人的形象。那传统的天文历算里面，黄色代表土地，所以它就是地球母亲。我的想法是这样。太棒了。太棒了然后说到藏戏，可能很多老师应该听说过，藏戏是在公元大概14到15世纪之间，有一位非常我们的祖师爷唐东野翁，他为了给人们跟所有的生物架桥，因为过河很危险，很多人没有经济实力去过河，那他就发愿要架桥，但是他没有钱，然后他就开始教授他的徒弟们歌舞，以这种形式去造福所有的人。那现在应该是大概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我从小喜欢藏戏，我从16年开始正式接触学习藏戏。我在2016年拜我的师父拉萨雪巴拉姆藏戏团第5代戏师边巴次仁老师跟边巴斯南2位老师为师，现在就到现在了，一直是个小学生。然后跟广东的粤剧一样，藏戏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